我很意用，今年呢28日呢，我哋如果有民国8年呢那列专题报道，今日带大家继续来看100年来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客家一步一脚印行过嘅回呢。先前有抗日文化作为二次大战结束，台湾光复，客家时代作家面对时局有安泰嘅变化，展现过档案简爱嘅一面。 將吳楚留、鍾秀珍、韓國本土社會詩人代表土盤風格，本人講係跨越2年嘅一代。因為數日本教育，本人要求用漢語、國語、三句難標係自家嘅母語學法，用嚟克服一條現實，留下遠遠嘅文學創作。來看因哋嘅故事。 1945年太平洋戰爭過後，日本投降。50年間，台日本帝國台灣抗日歷史，國民政府撤退，帶來了祖國情懷，未帶來了國語威脅。對台灣兩地土地勝種嘅日，面對2年嘅轉變，變做了跨越2年特別嘅一代。從日據時代到戰後國民黨時代你要說台灣作家面臨的困境不外兩個大困境啦，一個是語言的困境，一個是思想的困境。16度新中5種土到台北示範嘅土盤風格，係家用是罕見嘅5型知識分子，出版過東豐富嘅日文日記，不過發文能力強到小學嘅長途，最尾佢現在用自家嘅母語，咪就係客話嚟創作。 一直到80年代整個政治鬆動之後，對於客語的這個部分的書寫，我覺得他自己是有個期待的。他的那個客語字典是不離，就一定是在他的那個書作中。我這個還蠻多個客家的時候，我已經是用客家寫詩，講寫個新曲個難題啊，哈，而係意大利個狀況啊，哈，是像人客家人咗，哦，真出名，哦，全世界人是。 見讀了，還是佢個了個像個客家話，像佢個田莊個話，嗰邊意大利個國語。學校一種語言用紀律表達思想到創作需要20年。客家時嘅作家從土盤、鍾少吉、梁仁忠、吳楚留了掉，都係跨越2年嘅一代。佢哋唔單止會克服2年嘅障礙，還可會超越嘅係思想上嘅限制。 唔係日本語，咪唔係中國語。阿西亞嘅古語係家用是台灣人同混亂嘅身份認同。新竹新報嘅行人吳楚留，到1943年開始寫。呢本書嘅完成，國民政府過後出版，到嚟概念詞彙變做咗經書。書龍嘅要嘛，做咩嚟？做嘅龍嘅嗬，就利用假期，一禮拜寫好嘅東西，帶來蘿蔔、太毛布，一個蘿蔔空的。一般人來做它，從講啊源遠流長啦哈，但是呢，唔做就是人，佢哋要忍辱負重啊，忍辱負重。台灣人潮有寫，嗰本書有寫，講佢。 台灣人啊，是將嘢濃度嘅調咗啊，忍辱過生活啦。你係一個充滿了各種政治表現嘅年代，面對國民政府突進國語嘅嚴嚴法環境，吳楚留打破了思想嘅障礙，甚至發行了台灣文藝雜誌，為本土作家打造了創作舞台，還佢影響了戰後眾多嘅台灣作家。 我想鍾肇政、李喬都是從陳映真到黃春明的鄉土文學，也一樣受到他的影響。應該說，在整個光復後，好幾代的台灣作家都受到他的影響。受到企業嘅全面提經驗，不按嚴肅嘅社會氣氛，係台灣作家嘅生存血淚，不過唔係創作能力。佢哋願意代表一種，日本後台人看到一種。 唔顯到歷史代表嘅原型。客家新聞潘景祿、汪小琪台北報道。